我没有被感染，我只有点烧，现在我可以出去吗？讲郭书瑶好了，那个人血蛮多的，在开拍之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练摔跤，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拍片要练摔跤，就是我多了一个新技能是会摔跤。对，你体能可以吗？不行，所以我在里面就是常常，我摔跤招式就没有做完，我可能就被打，就是差点就被打，他可能会来救我这一种。然后这体力不行还反映在，我这样子有讲过嘛，就是拍片现场环境不是很好，因为那个地方空气没有流通嘛，然后人又多，里面大概50-60个人，然后有些人，我觉得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，是有些人是要化那个活尸的妆，然后他顶了那个特殊妆，然后又热，里面都是汗，然后9月高雄，外面可能38度，那里面大概58度，大家人非常的多，所以那个温度很高，然后又是湿湿臭臭，然后又有就是充满二氧化碳，更没氧气，我就买那个氧气瓶来吸一下。当你快要死掉的时候，吸那个就会再活过来，满血充电的感觉，就是很像在那个擂台上打拳击，有没有？然后拍一卡之后，经纪人就会像那个旁边那个助理一样，来，然后讲，好，所以那如果你变成活尸的话，你最想咬谁？讲郭书瑶好了，那个人血蛮多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他感觉就是哪椰汁发生什么事？椰汁就是椰汁的意比较多啊。我要不要买？是一个血，我这个液体啊，因为血液比较多。他爱运动啊，他爱跳舞，应该比较会生产一些红血球。我中间有几度，我是累到忘记自己有那个妆，然后我中间他们。因为拍戏过程对我来说，去逛便利商店这件事情是我放松的方法，所以我很喜欢在拍戏的中间空档去逛一下便利商店啊。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啊，就逛一下。我觉得这是我放松的方法。然后我忘记，然后我顶这个妆，我就走到旁边的 Seven 去买东西。然后我一进去发现，我其实走进去就没有发现，是里面人这样走过来看我这样。哦，这才发现。我顶了这个妆，然后就是有血迹，真的都有血，满身血，整个脸都是血。然后我想啊，怎么办？他们觉得我是杀人魔什么的，我是先道歉，然后马上拿出怎么可以证明我说我在拍戏，我在拍戏。然后因为大家觉得我在说谎这样子，就马上拿出我身上唯一可以证明的东西，就是那个麦，我的麦线收音机的主机拿出来给他们看，亮出来，因为我超怕他们去报警。我们戏里面的内容关系，我们的手掌一定要有血。然后因为血浆很多，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这样，所有人坐一排，然后你有没有画别的东西？它不会干掉吗？它干掉就是干掉了，它就是很黏的那个，就是它很湿黏这样子，那你碰什么都觉得恶心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可以随时使唤别人的好机会，尿尿也是。我很像小屁包你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之前因为他拍过铜像，他们在大三元里面也会铜像，对啊，他们也是整只手都喷上就是铜像那个漆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很认真想说怎么办，我就说给你一双筷子，就是要筷子，因为这样就不会碰的，因为如果我尿尿的时候扶着它，我的那个东西就会有红红的。可是你要先，比如说拉链什么之类的啊。拉链是衣服还好，因为衣服都是血，所以没差。但是你不能碰到自己啊，因为你碰完之后，你是不是还去洗手？你手又不能洗，所以我们就说筷子，把它夹出来。然后可是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把它拿，有没有误用过？我希望雅怡姐不要误用。你早在那边想着，没有